彰化县东安寮12庄车马祖伫13、14两天举办，来自福兴、保盐、隔江12庄15个角头，天拍普光就开始准备，要前往鹿港天后宫甲新祖宫车马祖。早期因为抗旱严重，民众是歹种植，就做伙车马祖来庄内绕境求雨，是一个已经要200年历史的活动咯。 马车路的顶头，一个接一个，准备要去鹿港天后宫甲新祖宫供请天上圣庙。彰化县东安寮12庄车马祖，单年活动由12庄15个角头轮流办理，到今已经有将近200年的历史。东安寮福安宫，阮是发起的宫庙，嘛是讲早期的信仰中心啦。所以讲，阮是永远的副驾。啊，到尾啊，有个2庄叫做小公馆，咱啊车马祖就是伫小公馆2天就分别就是伫咱社要慈安宫食中午，过来就是咱保盐普安宫来食中午。 自当时，清朝先民来中华复兴产保盐开垦，沿用原乡地名东安。早年考旱严重，农民歹种植，东安寮12庄联合车马祖来庄内绕境求雨。随后，车马祖的仪式就延续到今，其中世代相传的大总理，即马已经传到第8代。到我遮即马算第8代，第8代要200年咯，这嘛有教育的。 真好一个囡仔来吼，来这咱的信仰吼，咱来饮水思源。伫传统的顶头，所以有需要恢复，因为较早12庄车马祖各庄就是拢有家己的顶头，即摆时代无同了，就是因为顶头吼，拢去请即个专业的。 东安寮12庄车马祖，2014年列做彰化县无形文化资产。今年活动伫4月13、14两天举办。东安寮文化协会嘛摒洗传承西镇八音吹等等，望马祖绕境结合传统艺阵，和民俗文化会当代代传。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。